今天收到西貢區的粉絲發來的快遞，閘門加快速度給他拆開，發來了一把這個後配的豐田汽車鑰匙。過來閘門這邊改裝，是帶機械鑰匙的。接下來閘門來給他進行升級改裝，給他升級外觀、升級功能。先檢測鑰匙的信號按鍵，檢測沒有問題，再拿出工具把鑰匙的主板給他拆出來。閘門這邊升級改裝，汽車鑰匙是不分車型的，新款車、老款車都可以升級改裝。拆出鑰匙的主板，再進行一下焊接，接上閘門準備好的液晶鑰匙排線3個按鍵給大家接好。接一下正負極，所有線路接好了，再拿出液晶鑰匙，再把接好的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裝上鑰匙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豐田車鑰匙就升級完成，非常漂亮。升級好的鑰匙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會升級新功能，有靠近車時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時車門也會自動鎖車，可以預約後尾箱，可以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新窗，也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手機也可以當鑰匙用。現在鑰匙升級完成，對比一下老鑰匙，檔次完全不一樣。升級好的鑰匙非常帥氣。閘門鑰匙升級好，重新做一下檢查，所有按鍵信號都給他檢查好，沒有問題，閘門就可以給車友、粉絲發回去。喜歡的朋友可以留下車型。